米多伦多罗米阿米阿，祈祷每一天。米卡布古大邦及耶稣基督以迪达安南，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萨利嘎嘎马布隆平安。Malatsai kita a milayap do suar no kawas， 姐妹弟兄平安，我们一同领受上帝的话。以约翰尼杜萨布罗阿兹邦希瓦库萨法阿杜谢尔刷萨，伊蒂亚以斯拉克萨基耶斯阿杜米扔以西佛囊拉平安和宁拉长拉萨安。约翰福音第20章第19节说，那时候耶稣显现，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萨利嘎嘎奥阿爱古巴勒斯阿杜卡鲁莱安阿什马乌里哈塞古尼尼拉德萨安吉达尼嘎乌尼索兰尼耶斯阿平安伊乌米卡布代金拉伊迪达安南萨嘎Anu umaan to ko maritemohay a lemak i sa ay katalaw sa ay karaw-raw ko falujwa ita ta usurinay a rihatlay no falujwa ko nini。我们或许会认为生活中没有患难和困境，这就是平安。但耶稣所说的平安，乃是因为他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在任何环境中没有惧怕和忧虑。让我们的心里有真实的平安。米多伦吉达，我们同心祷告。大邦奥，达拉米干夏嘎古伊迪刷难，米卡布基苏伊达瓜难萨嘎吉莫尔古法鲁卓阿古，阿米西阿亚多马萨马安安奈阿什马阿在爱卡达劳在爱卡绕绕，那奈马萨鲁卓古法鲁卓阿古。a mitier i tiswanan ta iraku suadinai a rihatai i urib aku。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与我同在，使我有勇气面对各样的人事物，不惧怕也不忧虑。愿我全心信靠你，使我的生命有真实的平安。Pakai ni i dalam anai angangan nutapang ci Yesus Kristo a mitolon. Amen. Nanai mapalemer no kawas kisu. 愿上帝祝福你，平安。